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家辉老师吼，今日做一个简单的分享，这是我的简历吼。我是中文教师嘛，摕到上大的关级吼。我的创作的灵感吼，伫我写作的世界内底，无啥物是袂通写吼，啥物拢会当写。这是我的网页吼，家辉的台文园地吼，大家咱来敲找吼，来看台文。台文小说的世界吼，等下小概几篇，互大家知影。你认为的台文小说是啥款吼？你会当甲我读过你认捌的，也是我知影的哦。吼，第一篇海洋杂志吼，初恋的滋味吼，就写着一个学生囡仔吼，查某囡仔爱着一个无应该的英语老师。欢喜斗阵吼，就是台语版的白雪公主的故事，向阿玲老师致敬的一篇小说咯吼。阮可怜的小妹吼，我写一个吼以悲剧收场的家庭小说吼，这大家嘛会当来看卖，翕上网来找。少女的情怀吼，就是我写一个青春少女对感情的噩梦做开端，对感情的价值观开始有变化。咱怎写台文呢？吼，你先知影你要写啥物吼？朋友、亲人拢会使吼，家己编的嘛会使。啊，你是要写散文也小说，爱有头有尾吼，为你的灵感出来。你想要写啥物？毋免惊吼，就甲写落来。写台文的态度，爱用台语来思考你要写啥物台文，安尼才会水开。搁用华语来写台文哦。用心体会生活，咱爱用心体会生活，才会写出好的文章。搁爱读歌吼，别人的作品哦，尤其是文学作品。好，你一个月写一篇至2篇，5档也会变啥人？家辉老师吼。好，多谢大家，我就分享到这，咱后摆再会。